主后2024年5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有定的性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彼得前书第1章1节到9节。我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我写批互分散伫本都、加拉太、德帕德加、亚细亚、比崔尼等所在的流浪客。恁受拣选是照被上帝有定的旨意，对圣神诚做圣洁，通顺服耶稣基督，搁对伊的血得到洁净。愿上帝丰富富赐恁恩典甲平安。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根据伊无限的仁慈，通过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帝有互咱定出世，通得到活活的愿望，来承受伊为着恁保存伫天里迄个袂朽烂、袂拍拉残、袂消失的福气。这是要互恁才会通过信，受伊的大能力保守的人，通得到准备伫将捌的时机为实现的拯救。为着安尼，虽然恁现在暂时还着受种种的试炼，心艰苦，恁着欢喜。这是要证明恁的信心堪得受考验，比互火炼过还会败坏的金搁较宝贵，通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称赞、荣光甲尊贵。恁虽然毋捌看到伊，嘛听伊，现在无看见伊，还佫信伊，恁有用言语袂当表达极大的欢喜，因为恁会得到神的结果，就是灵魂的得救。上帝有定的性命。彼得写批互踮伫患难中的基督徒讲：恁受拣选是照被上帝有定的旨意。看到有定安尼的字眼，可能有人会随时联想，上帝就亲像一位审判官，通决定人的命运。上帝会有定某人上天堂，某人落地狱。这种对上帝有定的认知，难免会互人感觉恐惧，怀疑家己可能因为犯罪失败，就永远互上帝拒绝。但是这种对有定的想法，是受罗马文化的影响，敢若局限伫理性批判层面，并毋是圣经中的观点。彼得鼓励受患难的信徒爱喜乐，爱有坚定的信心。安尼的喜乐和信心，检查出伫对上帝有定之了解。对希腊文来看，有定有先听，也是有先承认之意。彼得前书第1章20节讲到，上帝独生囝基督耶稣，是伊伫创世以前就有先拣选，伫这历史的末期为咱显现。若是基督徒竟然遮尔有幸，也伫创世以前就互上帝有先拣选、有先听咯。伊必来文关系知影甲认捌的字根，蕴含情感和亲密关系，可见上帝对咱的有定，是按照伊的听甲情感，用安尼重新看即个充满情感的字，咱的感受就无搁再是惊吓、不安、疑准、恐惧，反倒是感觉到受宠若惊。咱竟然早就互上帝有先认捌拣选，通来承受伊的听。天路的起点是上帝点
基督内面竞选咱，重点是伫基督显现的日，互咱得到称赞、荣光甲尊贵。伫这过程中，咱并毋是靠家己赢过试炼，因为创世成中的上帝会陪伴咱，互咱因着信得以保守。圣经提醒咱，面对试炼虽然会暂时受苦，总是上帝犹原甲咱同在，伊绝对袂放弃伊所拣选的儿女。天韵合唱团有一首诗歌《眼光》，安尼唱讲：毋管天有偌暗，天星犹伫暗暝闪亮；毋管暝有偌长，黎明早已经伫迄头望望；毋管山有偌悬，信心的歌甲伊踏踮骹下；毋管路有偌远，心中有疼，犹原通行到云顶。谁通跨过艰难？谁通飞越失志？谁通看见头前有梦？通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的心内爱有眼光。上帝的眼光用疼甲仰望伫看咱，也看到咱将要得到称赞、荣光甲尊贵。你也有看见无？默想，上帝伫创世以前有先拣选、接纳、听你甲我，搁伫最后要赐予咱称赞、荣光甲尊贵。伫人生历程中，搁用伊的带领保守咱，这带互我甚物感受呢？上帝伫创世以前有先拣选、接纳、听你甲我。搁伫最后要赐予咱称赞、荣光甲尊贵。伫人生历程中，搁用伊的带领保守咱，这带互我甚物感受呢？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以前常常忽略你的丰富情感，袂记得你是乐意施恩的神。你甲我总是靠家己的力求完美，就心头袂定。求圣神开启我的眼光，互我通感受你对我独特的疼，互我搁较有信心、仰望甲喜乐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